且慢，在您买下另一罐要价不菲的蛋白粉之前，在您将辛苦存下的退休金花在那些承诺天花乱坠却成效甚微的产品之前，请务必听听这个紧急讯息。这简直是一场针对您的荷包、精力和肌肉健康的阴谋。您知道那个膀大的营养补充品产业不想让您知道什么吗？他们隐瞒了一个可能让您今年省下大笔开销的秘密。您身体迫切需要的蛋白质，那些能让您在60、70岁甚至更老时保有生活自理能力、保护骨骼不折断、保持思绪清晰的蛋白质，其实早已唾手可得。它既便宜又天然，而且每份的花费还不到一杯超商咖啡的钱。身为一名健康研究人员，并曾亲自帮助过无数长辈对抗与年龄相关的肌肉衰退，我看透了营养补充品的把戏，那往往只是在大量消耗您的资源。今天这不仅仅是为了省钱，这是关于如何获取一种来自大自然的优质蛋白质来源。科学证明它比您能装进塑胶罐里的几乎任何东西都更有效。我将揭露7种在预算内的常见食物，它们所含的高品质易吸收蛋白质比那些昂贵的粉末还要多。您现在就可以在任何一家超市或全联买到它们。但首先，让我告诉您，为什么掌握这个秘密，将是您今年所做最重要的健康决定。这才是真正值得关注的地方，对您体力的无声消耗。像许多人一样，我看过病人和朋友感受到衰老带来的缓慢、无声的流失。想想那些时刻，当您意识到必须请邻居帮忙提重物的时候，当您半夜因腿部严重抽筋、痛到无法动弹而惊醒的时候，或者是当您突然打不开上个月还能轻易转开的酱瓜罐头时，这些都不是微不足道的小麻烦，这些是红灯警讯。这不仅仅是骗老，这是一种严重、普遍且可预防的状况。肌少症与年龄相关的肌肉流失。一份发表在顶尖医学期刊的2023年大型研究发现，超过30%的60岁以上成年人正经历显著的肌肉流失。这意味着现在观看这则讯息的人当中，每3人就有1人正默默地与此搏斗。而产业界隐瞒的最惊人事实是，随着年龄增长，您身体利用所摄取蛋白质的能力会发生剧烈变化。科学家称之为合成抗性 （anabolic resistance）。尝试做这样想：年轻时您只需要一点点蛋白质就能唤醒肌肉进行修复，但现在您的肌肉变得有点重听了，它们需要更高剂量、更强效且更快速的蛋白质，才能获得与您20几岁时相同的增肌讯号。您必须停止只关注吃蛋白质，而要开始关注吸收和利用蛋白质。如果无法克服这种抗性，会发生什么事？不只是有点虚弱而已，而是一个可怕的现实发生、严重改变生活的跌倒风险，增加近50%。这是对您独立生活能力的缓慢侵蚀，直到您必须依赖他人。它甚至会削弱您的免疫系统，因为您的免疫细胞需要蛋白质来制造对抗感冒或流感所需的抗体。您买了营养补充品，摇一摇喝下去，以为问题解决了。但如果您没有在正确的时间摄取正确种类的蛋白质，您实际上只是把钱和健康付诸流水。您正用旧有的弱势策略去对抗一个新的强大敌人。解决方案不是更昂贵的补充品，而是更好、更便宜，且您的身体能立即识别并懂得如何利用的原型食物。我们已经确立了利害关系：您的独立性、力量、健康和金钱。现在让我向您展示这7种简单的铜板价解决方案。这7种经过科学验证的食物能直接对抗合成抗性，恢复肌肉，而且花费比您早上的咖啡还便宜。
我即将分享的正是帮助无数人重拾力量和自信的确切饮食方案。首先是蛋白质的强者，无可争议的冠军——鸡蛋。我们从这个便宜蛋白质的绝对冠军开始，这个在各种文化中存在了几个世纪的强大食物。几十年来，我们被灌输了错误的建议，因为担心胆固醇而限制鸡蛋摄取。我希望您立即抛弃这种恐惧。那个建议已经过时，而且坦白说，对大多数人是错误的。顶尖研究人员发现，对于绝大多数成年人来说，鸡蛋中的胆固醇并不会显著提高血液中的胆固醇。为什么？鸡蛋对银发族如此强大，因为它们拥有完美的氨基酸平衡。它们包含几乎所有食物来源，无论动物或植物中最高的生物价。这意味着您的身体能比吃其他任何东西更有效、更完整地利用鸡蛋中的蛋白质。其中的秘密成分是一种叫做白氨酸 leucine 的氨基酸。白氨酸是启动肌肉、修复高功率开关的关键积木。把它想象成一把特定的钥匙，能开启肌肉维护的大门。鸡蛋以极高的浓度提供这把钥匙，建议摄取量和时间。我建议每天吃2到3颗全蛋。关键在这里，不要丢掉蛋黄。蛋黄含有近1半的总蛋白质，以及大部分的维生素，包括对维持清晰思绪和敏锐记忆力至关重要的胆碱。准备小撇步，早上做个加菠菜的炒蛋很棒，但我最喜欢的技巧是在周日煮好6颗水煮蛋，它们是完美、好携带且便宜的点心，适合在上午补充蛋白质。我记得有一位叫陈伯伯的先生，他总是感到疲惫虚弱，后来他开始每天早上雷打不动地吃2颗蛋，6周内他说中午的疲惫感减少了40%，而且感觉体力好到可以重新回去种花弄草了。这既简单便宜又绝对有效。但等等，下一个食物更厉害，这是一个常被忽视的橱柜常备品，每块钱能买到的蛋白质是加倍的，还能对抗体内的发炎反应。第二个是水中的强者——鲔鱼罐头。下一个预算内的超级英雄就坐在您的储藏柜里，水煮鲔鱼罐头，特别要选水煮的淡鲔鱼。这种食物几乎是纯浓缩的蛋白质，仅仅一罐约140克5盎司的鲔鱼，就能提供您高达30到40克的优质蛋白质，而且价格非常亲民，这比几乎任何新鲜肉类的投资报酬率都要好。但它的机制不仅仅是蛋白质的数量，鲔鱼还富含关键的 Omega-3 脂肪酸，即使是罐头也有为什么。我们要在乎 Omega-3， 因为它们能对抗慢性低度发炎，这种体内的隐形之火会不断分解您的肌肉组织，尤其是年纪大的时候，您不只是用蛋白质在增肌，您还在用健康的脂肪保护肌肉不被破坏。这种双管齐下的方法简直是黄金组合。建议摄取量和时间，目标是每周吃3到4罐水煮淡鲔鱼。我们选择淡鲔鱼并限制数量，是为了安全、明智。我建议在午餐时食用，它非常适合预防午餐后的精神不济，因为蛋白质能稳定您的血糖。准备小撇步，不要只做加了大量美乃滋的鲔鱼沙拉。想要高蛋白低脂的选择，可以拌入1匙原味优格或茅屋起司，再加点切碎的芹菜和胡椒。另一个很棒的选择是加1点辣椒酱，配着苏打饼前吃，这是一份分量十足的快速点心。一项针对老年人的大型研究显示，持续摄取 Omega-3 节和高蛋白饮食，在6个月内能让行走速度等功能性指标提升52%，那是真正能改变生活的进步。下一个食物是健康，专家几个世纪以来都知道的，它是您经常被忽视的健康
核心消化系统的关键。第三，肠道健康的双人组，豆类和扁豆。接下来我们要谈植物界的动态双人组，豆类和扁豆，如黑豆、红豆、绿豆或扁豆，大多数人会忽略这个，但这对银发族的健康至关重要。原因如下：这些食物常被误认为只是淀粉，但它们在单一蛋白质成分上的不足，却以分量和一个关键的次要益处——膳食纤维弥补了回来。最近一项针对超过3000名60岁以上成年人的长期研究发现，膳食纤维摄取量最高，主要来自豆类的人，罹患严重疾病的风险降低了20%。为什么会有这个总保护作用？豆类中的纤维是您胃中益生菌的食物，一个健康平衡的肠道能更有效地吸收营养。这意味着健康的肠道更擅长将关键的蛋白质拉进您的血液并输送到肌肉。重点在于最大化吸收，而不仅仅是吃下去。建议摄取量和时间：半杯煮熟的扁豆约含有9克蛋白质和惊人的8克有益纤维是主，每天晚餐都包含半杯的分量。准备小撇步用压力锅煮。豆子很棒，罐头豆子也完全没问题，只要在滤网中冲洗干净，就能减少引起胀气的化合物。煮一锅吊味简单的扁豆汤，既营养又便宜，还能吃上好几天。让研究人员惊讶的是，虽然植物性蛋白有时被认为是不完全蛋白质，但将扁豆与一小部分米饭或全麦面包结合，就能够成完全蛋白质，填补任何缺失的缺口。这是便宜又强大的终极搭配。接下来这个甚至更强大，因为它击中了一个独特的营养甜蜜点，非常适合您的夜间修复周期。第四，夜间建造者茅屋起司 Cottage Cheese。如果您只选择一种乳制品来专注于肌肉支持，请选择这种老派简单的主食茅屋起司。这是大自然专门为您的夜间肌肉修复而设计的秘密武器。茅屋起司主要富含一种独特的蛋白质，称为酪蛋白 casein。酪蛋白被称为缓慢消化的蛋白质，虽然有些蛋白粉中的蛋白质会迅速进入血液并在2小时内消失，但酪蛋白会在5到7小时内缓慢而稳定的分解。为什么？这个缓慢释放很重要，科学家称之为夜间同化作用提升 （overnight anabolic boost）。当您在睡前吃茅屋起司时，酪蛋白会整晚缓慢持续地滋养您的肌肉，这可以防止睡眠时自然发生的肌肉分解，有效地将您8小时的休息转变为肌肉保存和持续稳定重建的时期。2024年，一项近期的大学研究证实，在睡前摄取酪蛋白能显著改善身体活跃的老年人的肌肉恢复和力量指标。这是一个简单却效益深远的技巧，建议摄取量和时间。半杯含脂量4%的全脂茅屋起司能提供约14克的蛋白质，绝对最佳的食用时间是睡前30到60分钟，别担心那少量的脂肪。在这种情况下，脂肪是您的朋友，它能进一步减缓消化速度，这正是我们想要的整夜喂养效果。准备小撇步，如果您不喜欢那种有时结块的口感，只需将其与一把您喜欢的莓果、少许香草精和一点蜂蜜混合搅拌，就能做成高蛋白的奶油甜点。这非常美味。请继续听下去，因为下一项童年经典将以其隐藏的营养密度让您震惊，特别是如果您有食欲不振的问题。第五，童年经典花生酱。让我们来谈谈一种常因过食饮食恐惧而被误解的厨房必备品——花生酱。我必须强调，我说的是天然花生酱，就是成分表上只有花生，也许加一点盐的那种。
没错，花生酱脂肪含量高，但这正是它对许多长辈如此珍贵的原因。仅仅2汤匙就能提供约8克蛋白质，含3克纤维。它的热量密度很高，这对食欲不佳或很快就饱的长辈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好处。银发族健康中一个未被承认的重大问题是，许多人根本没有摄取足够的总热量。他们开始非自愿地体重减轻。花生酱提供了一种简单可口的方式，在小份美味中偷偷摄取蛋白质和必要的健康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它能阻止那种无声、悄悄发生且往往是虚弱前兆的非自愿体重减轻。健康的脂肪还能让您长时间感到饱足和满足，防止您在当天稍晚去吃那些营养价值低的空热量食物。建议摄取量和时间，每天2汤匙是一个很好的目标。理想时间是下午，它是午餐和早晚餐之间完美的能量桥梁，可以防止下午3点左右出现的血糖和能量崩盘。准备小撇步，别害怕。直接将1匙天然花生酱拌入早晨的燕麦片中，或是拌入1杯原味优格里。它能在不增加太多分量的情况下增加蛋白质和纤维，这在您食欲不佳时至关重要。我经常特别推荐花生酱给那些手术后或生病后努力恢复体力的人，因为它的热量密度高且易于食用。这是一种温和友善的方式来重建流失的体重和肌肉。接下来我要分享的完全是多功能的，并且改变了那些不吃动物性蛋白的人的生活。这是一种便宜、易于使用的食材。第6，多功能宝石豆腐。对于那些寻找非动物性蛋白来源或纯粹想找店里最便宜替代品的人来说，您必须拥抱那块强大的豆腐。豆腐简单来说就是浓缩的豆浆，它是完全蛋白质，意味着它拥有所有9种必需氨基酸，就像鸡蛋或鸡肉一样。营养上，它是完整的半杯分量的板豆腐。Firm 豆腐能提供约10克蛋白质。此外，它还是老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2种物：制铁质和建构骨骼的钙质的极佳来源。事实上，大多数品牌的板豆腐所强化的钙质比1杯牛奶还多，它是常被忽视的沉默骨骼守卫。这非常重要，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我们需要持续稳定的钙质摄取来抵消骨质流失，这是导致疼痛骨折的根本原因。建议摄取量和时间，目标是每天1到2份。这通常非常便宜，几十块台币就能买到1大块。豆腐的美妙之处在于它会吸收烹调时的味道，所以您可以把它做成任何您喜欢的口味。准备小撇步，购买板豆腐或老豆腐。如果您用2个盘子压住它，30分钟以去除多余水分，它会变得更扎实，更适合烹饪。将其切块，加点酱油和香料放入气炸锅，就能做出快速酥脆的高蛋白点心，既绝对美味又令人满足。如果您不开火，甚至可以买嫩豆腐 （silken tofu） 打入果昔中，让果昔浓稠、绵密且充满蛋白质，而且几乎不会改变味道。这是整个超市里最划算的蛋白质交易之一，但它需要与我们最后一个重要来源搭配。第7，最简单的强者牛奶，外加一个关键警告：我们把最简单、最基本的来源留到最后，普通的牛奶。但我们要将其与一个关键的、具时效性的警告结合起来。这个警告将所有这些食物联系在一起。1杯8盎司约240毫升的全脂牛奶提供8克高利用率的蛋白质以及关键的维生素 D。维生素 D 不只是一种维生素，它是一种荷尔蒙，在帮助您的肌肉实际使用您所吃的蛋白质方面扮演关键角色。
如果没有足够的维生素 D， 您可能吃下了全世界的蛋白质，却仍在空转，无法触发肌肉修复。牛奶是这两者的廉价可靠来源。警告大多数人忽略的重点在这。里长被常犯的最大错误是在晚餐时吃掉几乎所有的蛋白质。他们早餐吃一片吐司，午餐吃个简单的三明治，然后晚餐吃一大块肉。这种模式称为蛋白质摄取分配不均。您的肌肉细胞每天至少需要3次强烈的蛋白。质讯号来自鸡蛋、鲔鱼、豆腐的白氨酸。如果您不吃早餐或午餐，蛋白质摄取不足，您的肌肉就会进入一种开始分解并自我吞噬的状态。2023年的一项大型研究显示，将25到30克蛋白质平均分配在3餐的成年人，其肌肉生长率比那些蛋白质总量相同，但主要在晚餐摄取的人高出55%。解决方法：您必须利用这些便宜的来源，在每一餐都达到25到30克的目标。早餐2颗蛋加1杯牛奶，午餐鲔鱼罐投配1/4杯黑豆，晚餐半杯扁豆配1小份肉类。这种策略性的时间安排是缓慢令人沮丧的衰退，与强大显著的力量、精力增长之间的区别。不要等到已经举步维艰才开始，从今天就开始。额外小撇步和最后警告：我们已经涵盖了7大强者，但我想给您一个额外的小撇步和一个关于购买这些食物的最后关键警告。额外小撇步：调味的力量。我听到最大的障碍之一是每天吃同样的食物会变得很无聊。如果您停止吃蛋白质，再便宜也没用。这个里有个简单的技巧：买一瓶便宜的辣椒酱和1罐沙沙酱。各种辣椒酱几乎零热量、零蛋白质，但能瞬间将普通的茅屋起司炒蛋，甚至基本的罐头豆子变成您真正期待的一餐。沙沙酱拌入鲔鱼沙拉非常棒，或者用来吊味简单的烤豆腐。对食物的心理享受将显著提高您的持续性，而持续性正是所有成果的来源。最后警告：小心隐藏糖分。现在，当您购买这些便宜食物时，必须注意的最后警告是隐藏糖分。这是食品制造商为了让这些健康食物口感更好而做的事，但它会破坏您的健康目标。买茅屋起司时，务必检查标签，许多底部加了水果的调味。茅屋起司糖分比饼钱还多，请坚持选购原味。买花生酱时，避免任何标示减脂的产品。当他们拿掉脂肪时，会加入大量的廉价糖分来维持风味。请坚持选购只有花生和盐的天然全脂版本。买豆子时，避免像茄汁橘豆那种即食版本，那里面充满了红糖和玉米糖浆。买简单的罐装黑豆或扁豆，然后自己冲洗。避开这些隐藏糖分，意味着您能获得肌肉渴望的纯净蛋白质，而不会让血糖飙升，并破坏您的整体努力。大多数人会忽略这些，但这至关重要。这段讯息不是要您花更多钱买承诺，而是要您更聪明地将钱花在经过验证的基础营养上。我们已经揭露了营养补充品产业的秘密，并用关于便宜有效蛋白质来源的真相，武装了您鸡蛋、鲔鱼、豆类、扁豆、茅屋、起司、花生酱、豆腐和牛奶。这些对荷包友善的食物是您通往保持体力、增加独立性、提升活力和更健康银行账户的途径。您不需要花俏的粉末来过上强壮、充满活力的生活。您需要的是策略和这7种基本事物。如果您觉得这些关键资讯有价值，希望能继续收到这类有科学根据、真正帮助60岁以上族群的免费健康建议，欢迎关注我们的健康资讯。
我很想直接听听您的想法，请在下方留言告诉我，本周您将使用这7种预算内蛋白质中的哪一种，来达成早餐摄取30克蛋白质的目标。告诉我您的计划。接下来我将分享5个简单的益智运动，您只需在客厅花10分钟就能完成，这能将蛋白质的效果放大200%，您绝对不想错过。记住这个赋予力量的想法，您的健康就是您最大的财富。今天就从您的餐盘开始掌控它，您比自己想象的更强大。